日本妖怪大百科，今集要講嘅係一個妖怪叫見月入道。佢喺日本有唔同嘅姓名，好似喺四國佢就會被稱呼為高方主，喺中國就會叫次高，亦都有高入道、新上、乘月入道或者見上入道等等嘅名字。相傳見月入道嘅體型非常之巨大，雙腳踩喺個地上面嘅時候，仲會用對手去扶住兩座山，之後就喺兩座山中間露個頭出嚟，好大聲咁樣嘲笑經過佢面前嘅人。後來傳說就有一個勇士出嚟斬殺咗呢個見月入道，從此之後就冇人再見過佢嘅蹤影啦。亦都相傳見月入道曾經有個詛咒，一位住喺愛知縣豐橋市嘅男仔要去名古屋市嘅全馬町嗰度做啲嘢，途中因為遇到一陣好怪異嘅旋風，覺得好唔舒服，所以就同隻馬一齊停低休息啦。結果就遇到高達4公尺、個表情非常之可怕嘅怪物，佢嘅外形就好似和尚一樣咁嘅男性，條頸伸到長一長，隻怪物眼神就發晒光咁樣，向住個男仔同埋嗰匹馬走過嚟。個男仔真係太驚啦，所以就趴咗喺個地下上面。結果唔知幾時之後，見月入道就離開咗啦。之後嗰個男仔就逃到附近嘅人入邊啦，就詢問附近嘅居民，呢度附近係咪有天狗啊？居民就話俾佢聽，哦，嗰個你見到嘅妖怪就應該係叫做見月入道嘅。咁樣嗰個男仔就好唔容易啦，咁離開咗村民之後，就抵達咗佢要嘅目的地名古屋市嘅全馬町。但係佢到咗全馬町之後，不僅冇晒食慾，仲罹患咗一個感冒病，而亦都喺因為呢個感冒病嘅影響下，喺佢見到見月入道13日之後就死亡啦。